要补吗？要补吗？波波来，高雄必胜，这里来。嘿哟，大家好，我是台南妹仔阿优。唔知大家敢有发现吼，伫台语甲华语内底有一寡词明明意思相同，毋过吼因的故事顺序拄啊好是颠倒变的，像讲吼胃肠，华语会讲肠胃，啊，佮有来往，华语会讲往来，对无？还佮有一寡词吼，为头前念，也是讲倒边念，意思拢会通。当然嘛有迄种故事顺序倒变，啊，意思嘛完全无共款的词。今仔日吼，我就要来甲遮华语甲台语内底故事顺序甲因的意思有啥物牵连的遮个词，分做4类来讲，互大家了解哦。头一类是大家较接讨论到的词类，叫做反序同义词，啊是啥物意思咧？意思就是讲吼，这类的词，台语甲华语的故事顺序是颠倒变的，毋过意思煞要共啊要共，会使互相对照就对啊。譬如讲吼，今仔日这场 party 足闹热呢，今天这个趴好热闹哦。内底这个闹热甲热闹拄啊好吼，故事顺序就是颠倒变，毋过吼意思相像，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对无？过来。华语咧讲动物的时阵，咱会讲公鸡、母猫、公猪。不过吼，咱台语会把这个动物的性别放伫后壁，所以讲台语咱会讲鸡公、猫母、猪公安尼。啊，这类的词吼也有真济，像讲嫌弃、气嫌、内心、心内、鸡同、当机、寺庙、庙司、地下、下底、台风、风台。这词类吼嘛，提醒咱大家一件代志，就是吼，各种语言吼拢有伊家己惯势的故事的方法、顺序，啊，佮有理路。所以咱若咧做翻译的时阵，若是一字一字吼照顺序直接翻译，是无一定会通的哦。像讲吼，伫高铁站听到台语版的放送咧讲北上列车，啊，这真明显就是直接为华语的北上列车翻过来的。毋过咱台语其实是讲上北。北上列车即将进站，这句吼台语会当讲上北的车帮吼直要到站啊，开口听到是毋是就卡舒适啊，对无？好，即马过来讲几个这类词，互大家认捌。啊，咱等下再来继续讲第2类的词，所以的利器、溃烂、客人、人客、喉咙、拿熬、尺寸、寸尺、便利、里边、心软、能心、诗歌、关系、收买、买收、山崩、绑山、限制、制限。这类词其实一定搁足侪，若是有想到吼，会当伫下骹留下甲大家分享哦。刷落来，咱来看第2类，这个词吼是伫华语内底为头前念，也是讲倒边念，意思拢会通。毋过台语敢若5项会通尔，譬如讲退后、后退，意思拢同款嘛。毋过吼，咱台语就敢若会讲退后，袂讲后退。警员、远景哦，拢会通。毋过台语较常听到的敢若警员这个讲法尔。安尼解说了后吼，大家敢有想到啥物词嘛？是这种类型的？我先搁讲一寡吼，互大家参考啦吼。肠胃、胃肠，咱台语讲胃肠。良善、善良，台语讲善良；弟兄、兄弟，台语讲兄弟；合适、适合，台语敢若讲适合；相互、互相，台语讲互相。好，这类的词就先讲到这。刷落来吼，咱随来看第3种的分类，情形吼拄啊好，甲第2种是颠倒变的啦。台语的顺顺啊念，也是讲倒边念拢会使。啊，对应华语的时阵，干若5项会通尔。譬如讲吼，运命、命运，伫台语内底吼2种拢会使。啊，毋过现代华语较常听到的是命运。过来，伫现代华语内底吼，咱会讲蔬菜，台语吼菜色也是蔬菜，拢有人咧讲。文献书典内底吼嘛，拢有记录。华语的额头，来额头，台语你会安怎讲？额头无毋对，头遐嘛会使，也是要讲头壳遐，头壳遐嘛有人讲。搁有华语吼，咱会讲搬运，伫台语会讲搬运、运搬拢会使。
意思吼拢会通。啊，这类的词吼，我感觉着有较歹想小可。啊，我佮补充5、6组吼，互大家知。像讲小介介绍，华语是讲介绍嘛。这个吼，我有时阵会讲小介，有时阵会讲介绍。啊，就有人吼，伊早伫下骹留的讲，啊，到底是小介还是介绍呢？大家拢讲无共哈。甲恁讲就是两种拢会使，拢有人用啦安尼啦吼。好，再来是长久、久长吼。华语就会讲长久，台语的到时时到就是到时阵安怎，这个到时华语就是讲到时，啊毋过台语是两边拢会使。再来健康甲空间，华语就会讲健康，吼，袂讲祝你康健，安尼怪怪嘛。啊毋过台语会当讲空间安尼。落尾一个日出，也是讲出日。而华语是日出哦，袂讲出日。你讲日出还是出日，拢会使，拢无讲毋对安尼。好，讲到这，咱头前讲的这3类吼，拢是故事的顺序有可能颠倒变，啊毋过台语甲华语迄意思是差不多共意思啦。虽然讲有的词可能语感甲即个词性有小可争差，毋过吼拢大概是会使互相对应的。袂差伤济安尼，啊，若是吼，咱要讲的这尾啊，第4种词类吼，伊号做反序意义词，意思就是讲是台语甲华语内底故事顺序无共，意思甲词性嘛无共哦。举例像讲华语内底的喜欢，咱台语就甲伊变过来吼，变做是欢喜。啊，欢喜是啥物意思？是 happy 的意思嘛，对无？甲即个喜欢啊、介意别人这种意思完全无共款哦。过来，前进这个词，台语甲伊倒头念变做进前。进前意思有3种，第一种吼叫做较早，就是之前。你进前敢有去过日本？你之前有去过日本吗？第2种意思是要袂做某一项代志的时阵。像讲，你要放屁之前，敢会使先甲大家通知，就是放屁之前吼，要做放屁这件代志之前，爱先甲大家讲啦，安尼啦吼。第3种意思就甲华语相像，有向前行的意思。啊，刷落来这个咧啊，华语的动词猜谜，台语甲伊倒边念做谜猜。猜谜是动词，理猜变做名词。搁有华语内底的公司，那是台语改变做西公。西公吼是伫迄个庙林内底负责一寡宗教仪式的道士，甲公司吼一点仔关系就无安尼啦。所以吼唔通母袂清楚啦。刷落来，华语内底的人中吼，就是咧讲遮吼人中，这个所在嘛有人讲上巴啊吼。无啦，这我袂讲。人中若是台语倒头念号做中人，中人就毋是咧讲遮哦。中人的意思是介绍人。一般咱若是咧买厝啊，可能就需要甲中人来直接，请伊替咱小解一寡较适合的厝安尼。上尾咱来讲一个较特殊的咧，是数量词的这个表达方式。伫华语甲台语内底吼无啥共款哦。像华语的半斤吼，半斤8两的这个半斤，意思是一斤的一半吼，一斤差不多是600公克。所以讲半斤就是300公克。毋过吼，咱台语若是甲伊倒边念变做斤半，斤半意思吼，就毋是半斤啊，是一斤搁过一半。900公克，所以讲甲华语的半斤是差介济哦。这类的词，搁有下骹6个咧分享互大家，像讲上海甲海上，上海是中国的地名嘛，对无？啊，海上吼是讲伫海的顶悬，安尼。搁来是心中甲中心，心中就是心内意思，像讲你心内有我，我心内有伊哦，安尼。那若是中心咧，是咧讲正中央的点。像讲台湾的中心伫南投，再来公用加用功，公用吼是功能啊、效用的意思。啊，用功吼是讲咱做拍拼咧学习。借母甲母舅，借母这个词吼，咱应该较少讲对无？通常是讲舅妈啦，阿舅因某的意思。啊，母舅吼就是妈妈的兄弟。通常咱拢会直接叫阿舅啦。有一句俗语讲吼，天顶天公地下母舅公，意思就是讲吼，母舅伊的地位是足悬的，所以讲吼，若是咱要嫁娶办喜事的时阵，
阿舅吼拢爱坐大位哦。再来水下加下水，水下就是水面下骹，下水咧唔是字面上的意思哦。台语的下水，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对，无唔对，就是鸡鸭的腹内内脏啦。会当摕来煮汤安尼。落尾眉目加目眉，眉目有容貌啊、面目的意思安尼。嘛有咧讲代志开始有兆头啊，有头绪了。毋过台语的目眉就敢若是咧讲目睭顶悬的毛遮啦好，安尼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拢总讲了啊。讲实在的，其实我嘛毋是咧专门研究语言的学者，敢若是想讲甲大家来讨论台语甲华语内底有一寡趣味的对照，用这个方式顺续加讲一寡台语词，互大家熟悉。透过这个主题，咱大家嘛会使来思考，互相提醒一件代志，就是讲各种语言拢有无同的故事甲语句文化的这个理路。若要做语言之间的这个翻译，毋是讲一字一句直接照咧翻译就会通。迄语法啊、用词啊，拢爱用迄个语言来思考，安尼才袂有迄种听起来足华语式台语的即个问题哦。若真正有翻译的需求，毋过家己无内行要安怎？就爱找专业的人。阮遮有足侪台语专门的人才，会当来互相斗相共哦。听到雄雄工商服务时间，这个 email 爱甲记好好，安尼。以上就是今仔日宝台要补充互大家的知识。这版的卡本嘛是甲台文社群的创作者阿东老师来合作的哦。多谢伊的付出，嘛想要邀请大家做伙来想看卖，有啥物事有下咱今仔日介绍的主题呢？你若有收到欢迎你伫下骹留话甲大家分享哦。你的支持是我拍片的动力，欢迎点赞。分享，佮有订我的频道，上重要爱记得甲铃开起来，安尼我有新的片你才会知影。若要岛内的人，嘛真欢迎，伫下骹是超级感谢，安尼就会使啊。好啦，今日就先讲到这，多谢努力，安尼咱后摆再会，拜拜。